公所到270万打造县内第一座宠物公园，面积280平，而且还有水工处、普隆岛和清水区。草屯有一个宠物公园很好，要不然我们都要跑到外县市去。然后小狗如果在这边的话，大小便我们自己清理，也不会造成周遭环境的脏乱。这座宠物公园就伫草屯镇市务公园附近，经过2个月工程，目前已经完工嘛完成验收。不过公所希望搁增加设备，要未正式启用。养宠物的好朋友在下班后也可以晚上可以去溜溜、去逛逛、去宠物公园运动。草屯镇公所提供友善的宠物环境，嘛希望大家使做回来维护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